三准备搞椰糠，搞上瘾了。今天再搞一个很特别的物料，现在当下很适合的，可以猜一下，这个是很软乎乎的，这是我们刚刚压完出来很软的牛粪，牛床垫料奶牛床，要来睡觉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我也想躺一下在这里，真的是很软、很舒服的感觉，因为不光是做养殖业，还可以做种植业，都是可以用的。因为现在牛粪加椰糠加泥炭土就是黄金的搭档。你看在这边都是全自动的实验区，我们要实验出真知。你们觉得脱水设备能不能达到40%以下或者更低？可以随时寄物料过来，我帮你全程的搞。今天做的就是3吨以上的牛粪，有任何的脱水问题可以找3准备，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可以做。这个很干的，很干的。